请大家起立好不好？你嘛方便的话起立哈，嘛无方便你就坐定哈。恭喜新年好哦！欢迎大家做伙。袂讲甲唱的，较大声咧哈，较有元气啊。一日报道咱故乡，子弟感多万有，每逢佳节回乡游，万心相多安详，回首兄弟总是爱。相亲相顾归万里，游子看水情尽欢，天团圆，多有四方多安有，每逢佳节回乡游，万心相多安详，回首兄弟总是爱，相亲相顾归万里，游子看水情尽欢，台湾永归天团圆。来，家己看我，谢谢。长辈各位乡亲，今仔日真欢喜，甲遮伫大家同齐过新年。一开始的时，我先甲大家拜一个早年，祝大家今年拢身体健康、平安快乐。我即摆希望你甲你的边仔、两边边仔的朋友，甲伊恭贺新喜，好无？人咧互相。哎，谢谢。咱要开始今仔日的节目。伫开始今仔日的节目之前，我先介绍我家己吼。我要介绍我家己有一点仔困难，因为我知影咱大家长辈吼，年岁一济，记忆拢较无好，我嘛是共款。不过加在我的名是蔡市的名，今仔日上少有两三位甲我共名，所以我的名足好记。我叫做曾丽华，今仔日由我曾丽华伫遮甲大家服务，多谢。差不多2礼拜前吼，我想足侪人甲我共款，拢足欢喜，阁足兴奋吼。咱2礼拜前什么代志？咱欢迎咱的新总统，美国新总统 Trump 就任。咱大家拢期待 Trump 会当带互咱一个足健康、足富裕、足平安的美国社会。咱今仔日共款用这款心情，咱要来欢迎咱的长辈会新的会长。咱的新会长，我有去探听吼，咱的新会长是台湾南部屏东的人吼。咱的新会长比咱的 Trump， 比咱的美国总统加一岁，毋过身体同款健康吼。嘿，咱的会长有一个特点，我想要甲大家小可介绍吼。真歹势，我去偷探听吼。我知影讲伊是来美国40几冬啊吼。伊是你念伊会发现哦，伊话无济，无像咱女生拢咧一直讲叽叽搞搞叽叽搞搞，伊的话无济，毋过伊做代志足认真，所以咱即摆用热烈的掌声来欢迎会长。咱的长辈会伫1981年吼正式成立，咱的长辈会，咱的体制是每2年换一阵执事团队，所以今年换这阵执事团队是算作第29届，所以29届是以特区的新会长叶汉庭先生担任。好，大家恭喜新年发财，身体健康。我这个场合互我想起我70年前我差不多
10岁，伫即个国民学校有一个差不多3、4年级的时，讲爱去你演讲比赛，迄个题目是即个生活三件宝，我去敢若即个生活三件宝，甲他讲出来尔，下骹都袂记了。校长讲，如果忘掉了就下来吧。我的校长真体贴我，我今仔日吼，可能嘛爱，互大家甲我原谅咯，我年纪今仔拄往那爬走了，记忆嘛无啥好，足想要甲大家讲足济话啦，当时拢袂记住了。咱老啊吼，有需要安尼常爱出来活动啊。今仔日咱的主要的节目吼，是爱听一个演讲，伊有互咱下一寡，互咱会真好的，真好的迄个鼓励吼。请咱大家用欢喜的心来过新年。伫新的年头，咱大家多多保佑保重伫明年咱搁会当搁欢喜搁来做伙，多谢，小玉。咱有真侪会友甲我问吼，讲丽华，咱先长辈会吼，袂当每个月办活动，3个月办一届太久啊，我拢毋知要安甲伊回答。我今仔日甲这个问题塞互你 ，OK？ 所以咱大家甲热烈鼓掌，甲加油吼！看咱后盖当每个月拢办活动吼。这代志，阮理事会吼会有足好的计划啦。好。另外咱真正伫未来的这个时间拢每个月有好的活动。哇，大家真的是期待再期待。咱的理事会大家鼓励者。好，咱先介绍南区吼，南区第一位是美清张美清，再来张敦林，因可能即摆已经一摆是还搁去报道处无用吼，有在召开。有的去召开，有的去报道处。张美清在那边哦，你们叫到名字在现场的话，请你们站起来好不好？王淑美，好，黄晓玲。陈立姑、徐敏忠、高青阳即摆人伫台湾吼，咱南区的这个理事内底吼，会当讲咱有两位是新的，剩的拢加减拢做不哩侪年，所以咱南区嘛有试着在做，咱带这个新的人入来这个理监事团队，所以我伫遮趁机甲。逐位讲，你嘛有兴趣出来服务吼，上好就是甲会长甲遮个理监事联络吼，阮真需要新的血轮，好不好？是北区的理事林宇哲先生好像在外面哈，这伊嘛是咱的会计哈，刘淑珍是咱的发便当那个中官你的便当哦，所以你爱对较好，伊就肉拢会订较济互你吼。过来是黄桂华，大家都认识哈。再来就是我们的会长哈。好，还没有再下一张？这是干事，干事北区是张淑美好，我甲看资料，伊敢是连续做8届，你知影咱一届是2年，所以张淑美青春拢送互长辈会。这个南区的谢龙胜是阮新推出来的新的年轻的人，歹势今仔日伊人是伫台湾，所以大家后盖有机会再介绍哈。OK 好，过来就是陈碧云，就是咱的前会长，就是咱照咱的组织就是担任顾问，所以陈会长，我想借这个机会特别多谢咱的陈会长。
我大概看到陈会长，我拢感觉足歹势，人伊哪会遐尼瘦，遐尼细汉，我哪会遮大箍遮大汉吼？啊，陈会长吼足甘心，你看遐细汉的，迄精力是有够济。啊，搁较甘心就是讲，伊头做到尾，连伊的先生嘛拢对伫后壁斗收尾吼。哦，迄个碧云姐就甲我讲，我嘛做无好，伊拢伫后壁甲我细细念，哇！这无共款，无拢是查某细细念，这是查甫细细念吼。OK， 李宇哲我刚才有介绍，他是理事也是财务。咱的秘书非常年轻，还不到60岁。咱的秘书虽然伫咱长辈会无久，不过伊伫湾区的社团真有经验。伊嘛曾经是台湾同乡联合会的会长，所以伊来做咱的秘书。咱的网页 Justin。我想 Justin 像我一来长辈会，伊一直甲咱服务，伊拢是咱的幕后工程哈，所以我们的网页做得非常好。陈少卿站起来，这是我们的摄影，他也是在长辈会服务了足侪年哈。所以咱的工作团队就介绍到这边。那希望在会长的领导之下，咱每年看到每个月拢来办活动，好不好？咱大家鼓励一次，再一次。好。咱叶会长，咱联合会黄会长，在座各位长辈、各位乡亲、各位律师先生，大家好。今日真欢喜来参加咱台湾长辈会春节活动。那首先今日是大年初四，所以伫遮向各位来拜年，祝在座的各位乡亲伫新的一年心想事成，身体健康。嘛，祝咱各位长辈伫新的一年唱歌跳舞样样都来。这个登山健行打太极样样都行。上重要是祝咱各位长辈每一天拢吃得下饭，睡得着觉。活得平安、健康、快乐又自在，好不好？其次，给大家报告经过60年的努力，我终于在古尼取得参加长辈会会员资格。不过因为还没有交会费，所以长辈会活动我无得参加。所以我今日来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交钱，所以等下会长麻烦把迄个乔中心摕30块，会员会之后长辈会活动会加通知，另外我今日要借这机会真感谢咱会长甲公务团队举办今日的春节活动，尤其是平常嘛举办很多活动互咱的长辈来参加。我甲大家报告咱台湾长辈会虽然是咱湾区平均年龄最大的侨团，差不多82到83岁，不过嘛是咱湾区平均举办活动最多的侨团之一，真厉害。所以有真侪长辈很好奇，问讲奇怪，长辈会哪里到？基本上活动这么多简直比还没有退休的时候还要忙。参加长辈会是不是误上贼船，骗？我来报告，不是，那是因为咱各位长辈虽然从工作上退休，不过身体不能退休，还要继续的活动，安尼才会手脚发软，四肢无力，所以你唱歌、跳舞、爬山都是真好的活动，而且不是讲身体袂用退休，你头脑嘛袂使退休继续活动。安尼才会老年痴呆，忘东忘西，然后太太骂，所以你拍麻将、行棋嘛是真好的活动，而且我甲大家报告伫个湾区食甲超过100个人真多，所以各位长辈，你个少年免烦恼，所以讲我伫个请会长免客气，有什么活动尽量安排，每个长辈无咧惊，另外，甲大家报告，今日的节目非常的精彩，有唱歌，嘛有跳舞，所以等下请咱各位长辈专心的唱，专心的笑，大家笑甲愈大声愈开心咱身体就愈健康，最后伫遮祝咱各位乡亲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新年快乐，多谢。
多谢处长。我一摆看到伊的时吼，咱是这东乡会办拍乒乓比赛，伊是贵宾嘞。结果你知影无？伊一入去吼，甲大家得甲吼黑青，大家拢翘倒来，所以第2名。所以伊嘛来参加咱中辈会，咱大家配啊扮较红一下吼。OK， 谢谢。好。咱台湾中辈会咱的叶会长，搁有咱北加州台湾联合会咱的黄会长，搁有所有咱中辈朋友，大家好，今日非常的欢喜哦，咱台湾中辈会来到咱业务中心来举办着新春的活动。像处长讲的吼，咱即马新年期间吼，直接要来祝福咱所有的长辈哦，今年是金蛇年啦，祝福咱所有的长辈会当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今日吼，咱迄总统吼，甲副总统特别送着咱的春联，要来祝福到所有的中辈会的朋友吼。咱侨委会嘛有咱今年的迄月历吼，咱放伫迄咱 reception 的柜台。中辈会的所有的长辈朋友，若有需要会当摕一个吼来珍藏。伫遮吼要来多谢咱台湾中辈会吼，一直以来吼，伫咱的会长、历任的会长，甲咱所有的咱的理事的带领之下吼，举办着足侪好的活动，互咱的长辈吼有一个足好的退休的生活吼。我看到咱中辈会吼，不管是所有的节庆活动吼，像咱春节。像咱的母亲节、咱的父亲节吼，搁有咱的年底的活动吼，咱中辈会吼拢一直足用心举办着足侪活动。我嘛感觉吼，咱北加州吼有咱台湾中辈会吼，是咱所有长辈朋友的一个福气。所以伫遮吼要来代表咱侨中心，代表咱侨会来多谢咱台湾中辈会来服务咱所有的咱的长辈朋友，所有长辈朋友，咱会当互咱中辈会历任的会长甲所有的理事一个掌声无？多谢因的服务。伫新年期间吼，要搁再一届来祝福着咱在座所有的长辈朋友吼，伫新的一年内底会当身体健康、平平安安、万事如意。多谢。好，大家知影吼，我足难得甲主任吼共姓，阮这庄姐啊，阮姓庄的拢做汉做少的。庄姐你是倒位人？宜兰，我是宜兰人。我是屏东。屏东阮爸爸屏东，妈妈是南投安尼。拄仔处长有咧讲吼，咱的长辈会年岁有较悬，咱长辈会佫一项吼，我要提醒，咱长辈会是园区所在上侪会员的。我今年底受统计，阮将近400人的人。咱固定的参加差不多1半250个左右。南区占65%，所以咱南区的人数足侪，北区的人较少，所以希望大家拍拼招你的亲戚朋友、厝边头尾来参加吼。多谢。咱中辈会当伫遮聚会，上重要就是咱一定爱占着这个场所。咱有庄主任，咱心安这个场所一定是咱的。非常欢迎大家多谢，新年快乐。好。各位乡亲，大家平安，大家好。今仔日，曝仔声伤过少。今仔日我要代表北加州台湾东乡联合会来甲大家人请安，佮甲大家人拜年。拄仔咱的主持人丽华姐有介绍过台湾东乡联合会的8个乡会内底，上界大的一个乡会就是中辈会。我通常呢，拢是真爱感谢咱遮的工作人员，甲咱遮的理事。但是我今仔日要甲恁说多谢，因为恁的参与，较会当互中辈会成做园区上界大的一个团体。咱甲家己拍扑啊，好毋好？同时，我嘛要甲恁说多谢。多谢讲，恁无闭伫厝呢，落雨天，搁遐寒的天气，恁悠然行出来。恁行出来，毋是干那要
找伴，其实恁对阮来讲，亲像恁出来甲阮做伴共款，恁无甲恁家己秘伫内底，这是上界着会决定，甲家己拍扑啊！过来，我要甲大家人感谢，我要多谢北加州、台湾、东乡、长辈会，遮个长辈，恁捌听过无？听过一句话安尼讲，伊讲姜是老的辣。你知影，恁的参与，甲恁的建议，对联合会来讲是真有意义，甲真重要。所以恁在座每一个，恁一只拢恁卧虎藏龙，我知影吼，姜是老的辣吼。所以恁一定爱参与伫台湾。参加伫北加州、台湾、东乡联合会的每一个活动内底，有恁就无共款，好毋好？咱搁甲家己拍扑啊！最后，我要感谢，我要甲恁逐个人祝福，伫2025年，今年讲是蛇年啦吼，什么都好，蛇什么都好吼，但是我。毋嘛干那安尼，我要饲牛、虎、兔、龙、蛇、马、羊、狗、鸡、到底12个西相，拢总祝福伫每一位中顶，毋管你安怎轮到啥物生肖，咱拢总是啥物拢好，啥物拢赞，啥物拢顺利。祝福大家人新年快乐，多谢。